今天是2004年9月11号。今天学习藏文的这个拼音教材的最后一课是复习课。下一次呢就开始那个学文法。咱们拼音呢学了一学期，文法呢可能要学一学期多。当时我们是学了1个半学期，然后呢再接着学了1个多学期的那个精读，就是2年，2年基本上你藏文就可以这个自己查着字典就可以看经论了。咱们这个呢，咱们就这个文法呢，咱们就看那个情况。现在就准备是每次1个小时。你比如说，如果正常的话，8点半开始，10点半结束，咱们可以休息1刻钟或者20分钟，50分开始到11点50分，1个小时，跟原来那个中间休息一下那个估计差不多。好，咱们就开始复习这个复习课。看那个原来教材的第90页，拼音总结，咱们来过一遍啊。这个总结过了之后呢，下一次开始的那个文法呢，实际上学文法的同时就是在复习拼音，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把它的拼音规则复习一下。第一个说藏文音节结构的分析，这个呢咱们就不讲了。它就是中间的是基字，上边叫上加字，下边叫下加字，前加字后加字，然后再后加字，然后再加上一个元音，一共7个因素。这个就不讲了。第二个，字母和读音的关系，这个就有用了，这是规则。咱们看啊，说一个字母单成一个音节的时候，表示声韵调3个部分。声是指声母，韵是指韵母，调是指它的四声。咱们说过，世界上语言呢，只有汉语跟藏语有这个四声，其他的语言都是没调的，都是随你说话这个你自己感觉去弄调。就是这个汉藏语系啊，就是这个特点，有4声。只是这个藏文的3声呢，跟我们方向相反，我们是中间低，它是中间高。这是声韵调3部分。然后咱们看下边的那个变化啊。第一个，前上加字只影响声母和声调高低的变化，就是前加字跟上加字的作用相同，所以前加字上加字可以作为一个这个规则来记。有前加字跟上加字呢，一个可以影响声母的发音，一个可以影响声调，分2个变化。怎么影响声母发音呢？就是下边这个。第一个说使低调送气的变为不送气，咱们原来总结的一句叫做低调不送气。低调不送气是指的哪几个字母呢？就是字母表里头第3竖行卡卡塔塔塔这5个，它们是低调送气的。低调送气只有这5个。低调送气的这5个，如果有上加字或者前加字的时候，你记住上边一盖或者前边一堵，它就变成不送气。这是第一个规则。第二个规则呢，就是鼻音半元音由低调变高调。鼻音是指的哪个呢？就是字母表最后那一行最后那一竖行4个，拿拿拿麻，这4个是鼻音。半元音是指的谁呢？你们可以记一下，在书上。半元音是那个牙跟娃，字母表里头娃跟牙，那个娃是那个挺不好写的那个，娃跟牙是半元音。这6个音如果有了上加字跟前加字这么一堵，它就变成高调，变成平调，变成高平调。规则很简单，就是一个实际运用的时候啊，到时候就忘了呢，咱们提醒。我读的时候你一读，为什么这个牙怎么这读成高调了？然后我就会提醒，这因为它有了上加字或者前加字就变高调。慢慢多了，重复熟悉了，你自己就记住了。这是一个规则。下边一个第2个规则，下加字。下加字只影响声母的变化，就是说影响这个发声。这个里头呢有这么几种情况。你比如说第1行里头，它这么一列呀，看着很乱，实际上呢它也有规律。
那个咱们上边自己总结过，就是字母表第一竖行如果加了下夹字ra，下夹字ra这个就是用一个那个横来代表了。如果字母表第一竖行加了下夹字ra，就念扎，就念扎，就是那个第一个那括弧里头第一个发音吱，然后加上啊就是扎，哎，第一竖行。第二竖行跟第三竖行加了这个下夹字ra呢，都念茶都念擦或者茶，哎，就是一个平声，一个这个高调，一个低调，哎。然后最后一个特殊的就是那个哈，如果加了ra下夹字ra，就念沙，哎，你看这样你用那个字母表一分类呢，就很简单了。然后这个下边一个啊，嘎咔卡，如果加了下夹字牙，加字牙的呢是那样来写，说加了下夹字牙之后呢，就变成了这个嘎就变成了加，咔就变成了掐，卡就变成了卡，哎，这个大家一说呀就能回忆起来，主要就是把这个规则过一遍。再一行巴啪啪麻这四个呢，如果有了下夹字牙，整个就变成了那个字母表里头的另外四个字母的发音，就是加掐掐nha，哎，然后最后一行说嘎卡爬ra撒，有了下夹字拉，一律发高调了，也就是拉。这个呢你其实就不用记前边这个谁，就是凡是带有下夹字拉的都喧宾夺主，咱们那个原来总结的叫喧宾夺主，就是本来下夹字是附属的，人家是为主，鸡字为主，但是一带下夹字拉呢，他喧宾夺主都得读它了，而且都读高调，都读高平调，这么一句就喧宾夺主一下就记住了。最后有一个特殊字母就是撒，如果撒加上拉就变成了撒，哎，这是一个特殊的，就好像那上面那个哈一样。然后下边那些呢，加字娃不影响发音，哎，就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它括弧里头这个也有时候是很重要的，咱们也看一下介绍一下。说但在音译词中，什么叫音译词呢？就是比如说是用藏文译的梵文，用藏文拼写梵文，就好像我们现在那个用汉字来拼写，比如说般若，这叫音译，就是用我们汉字里头音跟梵文那个般若发音相近的两个字来拼它，这就叫音译。就是说如果用藏文来音译梵文的时候呢，这叫做这个音译词，哎，可代表复原音哇，你看那个乌啊，就是娃中的乌，就是说如果它是在用藏文拼写梵文这样的词，就是说在音译词里头如果出现娃，它应该读成乌的发音，哎，这是在那个念咒的时候用的，哎，用得着这个规则，知道一下就行了。然后说下夹字ra在那个麻撒下边也不影响发音，你就不用考虑了。然后后夹字，这是前夹字、上夹字跟这个下夹字，现在是后夹字。后夹字和再后夹字只影响韵母的变化和声调。你看第一个延长元音就不用管它了，咱们读的时候实际上你也顾不了这个长短，所以这个ra的延长就不用管它了。下边看那个改变元音的，说改变元音呢，拉、伊、卡、撒、拿，这个呢使啊变成哎呢，这个啊跟 e 的这个拼，这是字母，它的发音你可以用笔在上面标一下，它的发音是哎是这个，就是在咱们是这个，哎，就是这个啊跟 e，就是说字母是这样写，但它的那个
读音呢，那个一变成一，就变成了 I， 然后 O 变成约，约呢是这个约的韵母，是咱们汉文里头是这样的，是吧？约，约，然后乌变成吁，那个这个也是这样写，实际上就变成了汉语的那个带两点那个吁，你都认识吧？吁，还没上学，这是有后加字呢，可以使几个韵母发生变化的，然后翻过来。说这个还有一些呢，构成带韵母的带这个韵尾的韵母，这个呢就不用记。你比如说拿，它本身就是就等于你给那个韵母加一个的尾，就是加一个 字。麻、拿，一个 m 一个 n， 卡就是波，卡就是哥，然就是日，所以这些呢都不用记，你一看到直接读就行了。最后一个说改变声调，说卡帕塔萨使非降调变成降调，这个呢就按咱们原来说的那个叫什么后加卡帕萨把调摁下来，就是非降调变成降调，比如说平声呢就会变成四声，升降调就不升了，这个三声，我想想啊，三声，一声变四声，二声变三，三声变二声变三。我想想，一变四，二变三，三变四。三不变，就是这个，第二个就这两个变。我第二个说的是二变三，二变三，这个抽象的说这个规则就费点劲儿。到具体念词的时候呢，咱们再来这个复习。下边一个辨认机字的方法，这个也必须知道，也就是必须知道这个规则，咱们来辨认啊。第一种情况，带元音符号的或者上下加字的是机字，这个好记。带元音符号就是那个一、o、啊是没有符号了，这个乌，这几个，带元音符号的或者上下加字的，这是机字，这个不用讲了。第二个说没有元音符号或上下加字的时候，是要分几种情况了。第一个，两个字母拼成的音节，第一个字母是机字，这就确定了，就是不可能俩字母拼成的音节不可能后边是机字，都是前边是机字，这是记死了。第二个，四个字母拼成的音节呢，第二个字母是机字。为什么四个字母拼成的音节一定是第二个呢？因为四个字母拼成的一定有在后加字，因为一般的它前加字后加字只能三个，它多出来四个一定要在后，有在后加字那就一定是第二个是机字，这是一个判断。第三个，三个字母拼成的音节呢麻烦一点，如果第三个字母是就是最后一个字母是撒，而第二个字母是卡啊帕麻之一，则第一个字母是机字，那就是说什么呢？这个撒是在后加字，在后加字只能加在这四个后母字，这四个字母后边，所以呢，如果这个撒前都是这四个字母的时候，它就是在后加字，那就是第一个是机字。你看下边那个是拿，它是前边是卡撒，这是一个最常见的在后加字，然后扛拿这也是一个在后加字，这看都是第一个字是机字，其他情况下第二个是机字，那就是其他情况是最多的，就是三个字母的一般的中间是机字，这个字母咱们就不读了。下边连读变音，连读变音呢，第一个说低调在第二音节变高调，这个低调在第二音节变高调呢，这个咱们总结过一个这个叫口诀吧，叫前不降后不升。低调就是说
前不加后不升，你把它记忆成一个什么呢？就是藏文的三声不是说跟我们汉文相反吗？汉文是中间低，他们是中间高。它这个读一个两个音节的字词啊，它一定中间高，它中间不能低。就是说，你第一音节不能降下来，第二音节不能从低升上去。这是那个汉语三声的形象。藏文三声就是中间要高，所以第一音节或者平或者升，第二音节或者平或者降，只能这样。你脑子里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它中间只能高，中间不能低，所以第一音节前不降后不升，这样记这么个印象。然后咱们看啊，这个你比如说，我看今天啊来不及讲那么细，咱们就不读词了。这个我看啊，咱们今天就不读词了。这个因为我的那个录音带上有这些吧，录音带上我记得就没读这些啊。那就要不就读一下，或者是咱们下节课呀学的时候可以那个时候再读一下，因为今天要把后边那个诵的学了，今天先过一遍啊。然后降调在第一音节变成非降调，就第一节全不能降，所以呢它变成这个非降调，变成这个平调。然后啊变声母，第一调送气的字母在第二音节变不送气，这个呢就跟那个有前加字上加字一样，你就记住第一调送气的这5个，或者有前加字上加字它变不送气，或者它在第二音节你把头一个音节就当成前加字看，就是说它前头一有东西它就不送气了，你就形成这么个印象。不管前头是前加字上加字还是这个前边有音节，只要它前边有东西，后边啊你再送气非常费力，还要卡，还要那样发，前边一有东西后边就嘎就完了。它是一个发音习惯造成的。下边一个不用管它，它那是口语，咱不用管它。再下边一个说元音同化，就是2个音节，一个音节是开音节，一个音节是闭音节的时候呢，一开一闭，开闭一些，就是说那个开音节受闭音节的影响也闭一些。这个呢就记住它这个几个音的变化。什么叫闭音节呢？就是一、乌、吁。你看那个括弧里头有3个闭音节，然后使后边5个开音节都变成什么呢？第一个啊呢变成哎，就是这个啊变成哎，你这个时候在下边都可以相应的写一下，就是下边那不是5个开音节要变闭一点吗？啊就变成哎，然后这个不对，啊变成就变成这个发音了，啊变成那个写的时候是啊上面戴个小帽子，然后这个哎变成什么呀？我现在这个讲出来了就反应过来了。哎变成这个，那先不管它。变成乌，变成乌，就是开音节碰到那边是闭音节的时候读成乌，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变成吁。不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这个发音就直接变成吁，那是倒数第2个，最后一个就变成一，变成一。我想一下，对了，呢是这样，不是这样发音吗？这个它要是碰到闭音节变成什么呢？你发成 a， 发成 e， 发成 a， 就是更那个，就是张口更小一点。嘴要大一点 ，a 嘴就小一点，这样的话，这5个就是5个开元音碰到闭元音的时候就这样变。第一个a、乌、吁、一，这样的。好，下边翻过来94页第2个说增加韵尾，这个呢就是知道就行了，到具体的单词呢大部分都没增加，有一些大家读的已经很习惯增加了就增加，就是什么呢？
说前一个音节要是没有这个辅音的韵尾，就是元音，就是前一节只有元音，没有这个辅音，没有那个韵尾的话，后一音节的上加字或前加字可以当成前一音节的韵尾。这也是一个发音习惯问题，就是你那个前一个没有韵尾，后一个有这个就是上加字前加字的时候啊，它过渡的时候它就好像就带成了韵尾。这个呢不是特别重要，但是有一些很习惯，大家读都已经习惯了，到时候读的时候咱们会加进去。下边马上就会碰到一个例子，最后一个说合并，不管它，这是那口语说话音，咱不管它。下边来读例词，今天主要是这个啊。好，咱们争取今天把课讲完啊。读例词，第一个 say， 你读的时候，有的人愿意把日读出来也可以 say， 金子。第二个 you， 注意，你看这发生一个什么变化呢？牙本来是声调，它是半元音，它前头有了前加字或者上加字，它就要变成平调，这就是一个规则，就是复习了一遍。所以这个牙变成了平调，一跟乌一拼 u， 松耳石、玉石、绿宝石。第三个气，你可以这样读。然后有人读的时候愿意把后边那个咯带一个咯的那个口型也可以，气，就不要那个发出来，就带一个口型就行了。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字儿，就是我们这个藏文字、汉文字，这就叫气。这个字呢，有时候扩大一点就可以是词，甚至可以是句子，那就是引申义了。实际上气就是指的字儿，或者那个咱们汉文是一个方块字儿，人家那个拼音文字呢都是那一个词，就是指的这个东西。下边一个躺气，咱们现在不变音啊，这个本来后边是闭音节，前边要这个闭一点，说捧气啊。咱们现在为了练习发音准确，咱们不管它。躺气就是橱柜，橱子柜子啊。下边七路，肥肉油脂。下边一个姑素，姑是身，素是色，就是色即是空的色，就是苏。然后这个姑素色身就是指的我们这个身体。这个姑素啊是敬语，是指的圣者的尊者的身体。姑素，我们一般的身体就是驴，是吧？驴，驴。下边一个注意啊，这个拿后边是解，就是甲加 a 解。这个解有一个上加字ra，前边说过，如果前边没有韵尾，就是拿，就是光是啊是那个元音的结尾，后边的上加字可以读成它的那个韵尾。这个呢可以读哪加，不对，哪接，一般你不加也可以。为什么这个加呢？因为这个我慢，这就是，你看拿不是我吗？节是胜利的意思，我胜，我强，我行，实际上这就是我慢啊。这因为这个书编教材，周老师他们这是给那个世间民族大学的教材，他是世间人，他就用世间的那个，他叫骄傲。实际上我们佛教里头，这直接就是我慢嘛，就是我行，我牛，是吧？就是我慢。那个别就是胜利，就是我打胜了，我比别人强，就这个意思。直接一读就是这个字义，就是我慢。哪儿接，多读一读，以后要对峙这个东西啊。下边八港，卡为什么要发嘎呢？因为有上加字，记住有上加字前加字，那个第一调送气都变不送气，所以呢变成了嘎，就是港就是上面，就是在什么什么的上面。第九个嚷，这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语，嚷就是自己，
说一切法无自性，就是一切法没有自己的体性，没有自己的本体。是自壤，是使用率频率非常高的。第10个，注意啊，查库，那个歌呢，就是做一个口型就行了。查库，茶是实牙，补儿是这个突出，补儿突出，突牙，突出的这个实牙。下边第11个，单杯，单就是话，就是我们说的话，单就是话。这是什么呢？这是这个标准模型。还有一个意思是比喻，实际上我们佛经啊，经常这个碑出现的时候当比喻讲。这是标准，就是说这是标准，这是样子。比喻实际上也是一个标准的意思，比喻也是一个标准。这个说标准的话，比喻的话，什么呢？就是谚语。就是他这个标准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是真理。你如果这个人做的事儿不符合这个标准，不符合这个谚语啊，证明你这个有问题。这是谚语，一般都是人们总结的这个真理，总结的精华，所以它就是标准的话，或者叫比喻的话，就是谚语。下边一个邪，它这个你看邪体民歌这个邪呀，就是等于是音译，就是它就取了一个这个汉字里头跟它那个音相近的。这个邪在藏文里头就是个民歌，就是唱的歌。但是它有这个固定的那个，就是4句，每一句呢是6个字。它是这么的一种体，邪体就是叫4句6言诗歌。4句6言，一共4个句子，每一个句子6个字。下边一个雷切，雷是这个好，雷是好。谢是又是这个说话，这个本来它是那个就是动词吧，变成名词就是说的话，合起来就是什么呀？就是说的很好的话。这个就是格言。格言也是各个民族总结的精华了。就是很好的话就是格言。咱们再读一下，雷谢。第14个单词，觉，这就是那个藏文的特点，中间高啊。觉，觉是什么呢？是动词，是需要，我所需要的。下边怂，抓住，记住，主要是抓住的意思。下边一个松是过去，就是走过了，过去了。下边一个min lam家，咱们一个一个讲一下。min lam 是这个发愿， min lam 是这个我们经常发大愿啊，什么就是 min lam。家是一个动词，要是它有很多意思，总结的这个比较那个精炼了，就是打，就是咱们那个汉语里头有一个词儿，比如说打头，打什么这个打草稿，就相当于这个字，就是它不固定意思，就是那个干什么就是打什么，就是相当于这个词儿。实际上它的本意就是做，就是做事情的做，或者是虚词的这个做具体事儿的做，就是经常就是实际上你要说做呢，好多它这个你比如说做头，你就说不通，所以用这个打呢，它包含的那个范围很广，所以打这个词很适应。实际上它就是做。
你像这儿呢说做这个发愿，就是你就来体会，就用中国那个就是那个汉字里头那个打来这个对应它，就是什么都是打，一打就是做这个事儿。你看啊，说做发愿就是什么呢？祈祷，就是在那儿祈祷，念悼词，对，就是一个动词，就是对他做了一个动作，就这么意思。下边一个啊，下边一个先解释一下，这个突后边呢，这个搭呀倒过来写，搭反过来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地方啊太小了，这个单词写不下，这个单词长。这个本来这个突是怎么写呢？突是这样写，是卡撒，突的后边是卡撒，本来是这样写，但是这个地方太小了呢，他就把这个卡撒呀可以用一个这个反过来的搭代替，就是等于一个缩写，一个代表，就是如果这个地方太小了，这个单词太长写不下了，卡撒就可以用一个反过来的搭来这个代表卡撒。所以你看到这个兔后边卡就等于是后边是卡撒，就这意思。这个这样的话呢，出价，先读前两个出价，后边那个词儿注意听读音啊，是 non， 要读高调，读平声，高平调。为什么呢？因为拿拿麻是4个鼻音，鼻音如果有了上加字前加字，就要读成高平调。这又复习一个，4个鼻音有了前加字上加字要读高平调，所以呢它要读 non。那这个拿什么时候才读低声呢？前边没东西它才读拿，前边一有东西，上边一有东西就拿，记住就读成拿。出家囊什么意思呢？这个出家是这个出家就是保重、爱护、爱惜。这个囊呢也是一个这个动词，也是做的意思，但是它是动词的敬语，就是就是这个就是把这个动作呢变成了这个就是或者是尊者圣者做的用敬语，还有就是我们这些人对圣者做事的时候啊，为了尊敬用敬语。这个下边一个金就是上边，你可以用形象记忆，顶就是上边，就是在什么上边？金。下边一个空度去，空是这个空就是动，空就是孔子的孔，空就是孔，就是动，就是一个窟窿。度是代表方向，这是拉丁，就是代表那个就是到洞里头去。怎么到洞里头去呢？去是什么呢？是进入。去是这个你都可以在单词下边写上。去你等于也记了单词，分词也记了，整个意思也记了。去是进入，进入到洞里头，进入到内部，进入到里头去。什么意思呢？掌握、学会、理解。实际上你可以加一个词理解。空度去最准确的意义就是理解，懂了，我理解了，明白了，弄透了，进到洞里头去，进到这个内部去了，这就是这个词用的也非常多。你学佛法学的空度去，那就是这个你懂了，进到里头去了，进到内部了，真到了佛法里头了，不是在外边转。下边一个扛喜，注意读音，这个扛是任何，也是问话，就是什么呀？怎么回事啊？扛，也代表了一个任何。这个喜是什么呢？是
任指就是一个代词，就是说某一个的意思。这个读音的时候呢，注意啊，这个习是一个虚词，虚词呢，它这个读清音，所以这个扛呢，跟它不读双音节，就是它俩不按双音节词来读。扛单独读，就好像就只有扛这一个，它是一个词，就光读它本音。扛那个虚词读清音，所以扛喜，扛喜。这个喜呢，是就好像咱们汉语不是说4声，实际上咱们汉语还有第5声，就是轻声，就是1、2、3、4声还有一个不标声的，不标声的没有声母的，就是轻声，哎，就是谁谁谁的，哎，谁谁谁的。那个的呢，也你要是单独读这个的是4声的，可是你在这个一个词后边跟着的时候，它是一个轻声的，是谁谁谁的，那个的就是一带，根本就读不出声调了。哎，这个就相当那个习，就相当于那个读轻声，所以是扛喜，扛喜，哎，虚词读轻声，这也是一个规则。哦，前边这个扛就是基本的含义就是什么？它代表的一个意思就是任何，就是任何东西，任何事、任何物、任何事物。哎，习呢是任指代词，就是说某一个，就是还是就是加强的，就是说某一个东西，就是哎某一个东西。你看他这后边说，这印反了哈，不是何人人，是任何人，某人。实际上他这儿啊说人，实际上这个可以指物。任何事物，他为什么这儿写成人呢？因为在他这个课里头，它是代表人的意思，实际上可以指任何事物。你就写上任何事物，或者是任一事物。那个习代表某一嘛，就是某一个事物、某一个人、某一个事儿。下边一个，您家，您家。您是这个太阳，也是日子，也是某一天的意思。哎，这个日子是汉语里头就是2个意思，也可以说日头，也可以说日子。它藏文里头跟咱们这个就一样，所以学藏文很方便的一个就是什么呀？它这个原来口语一样嘛，一个祖宗，它这个很多思维方式组它都这个都非常相近，它本来就这个思维相通嘛。哎，您就是日，就是既是日，太阳也是日子，也是这个一天。甲是100，您家就是100天。下边抹绿，前边这个马本来应该发啊，因为后边这个鱼是闭元音，所以这个马呢发成就马就变成摸。哎，为什么这个要注意避一下呢？因为这个常用，大家都抹绿，你马绿，就这个不好听一点。实际上，但是你读成马绿呢也不错，哎，但是因为这个大家太习惯了，所以就读成这个避一下的抹绿，哎，麻是这个不，无是否定的意思，驴是剩下的意思，这个抹绿就是无余。哎，咱们经常那个佛经里头无余，哎，无遗漏，哎，就不剩下。下边一个米恰，这个米也是跟那个麻的意思一样，是否定的意思，不啊无啊的意思。恰是存在的意思，米恰就是不存在，存不住。哎，第25个日，这就是看见。咱们刚才说了，人是看见，也可以译成可得。就是那个心经啊，说以无所得故，就是你不可得。哎，也可以译成说你看不见，但是你译成看不见就窄了。实际上你是不但看不见、听不见、摸不见、抓不见，什么你都，就是你根本就找不到色声香味触法。哎，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看见。他这个看见跟看不一样啊，看是我一看。看见看不见还不知道，现在这个人啊就是看见，就是可得了，抓住了，我看见了。人就是每一个，哎，最后不是最后一个啊，倒数第2个，体育
就是什么什么的时候，曲是时间时候，哎。最后一个呢，实际上不是字儿了，它是一个虚词，就是什么呢？的，就是什么什么的，就是形容词后边带了一个的。的呢，有这么5个东西都是的意思。它为什么会有5个呢？它前头单词最后一个字不一样，造成它后边跟的字不一样。这个呢，大家也不用记，你反正一看到它都是的就完了。咱们也读一下啊。第一个是鸡鸡起起起起乙最后一个乙全部都是的意思。哎，你看它后边，咱们因为今天没有时间了，不讲了，就是在谁后边用哪个，谁后边用哪个。讲一下最后那个啊，说没有后加字的用乙，这个没有后加字的这个乙跟这个后边这个乙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如果用前边这个乙的时候啊，比如说咱们就用这个啊，说这个兔乙，这个乙呢用它的时候呢，中间要加一个点儿，就是2个音节。如果用这个拉的这个乙呢，就不加点儿，就跟前头组成一个字，就一个音节。它俩的用法是这个区别，就是如果用这个牙给故乙，这个牙给故乙前头要加一个小点儿，就是跟它是2个音节。如果你要是加这个的，就是拉给故乙，就跟前边不加小点儿，跟前边变成一个音节。哎，它俩的用法就有这么个区别。今天后边的课咱们学不学？过一遍吧。啊？你们呢？你们说学不学呢？还是下节课再学？下次再学。太多了，记不住了。啊，那就这样吧。我领读一遍，就是领读一遍不行，领读一遍还得那个讲，那就下一次吧，因为差的东西太多了。这个呢，因为在我那个录音上有，你们可以先跟着录音听一听。再一个呢，就是把前头复习复习。啊，最后我就强调一点啊，学语言正确的方法是你也不用费力，也不用这个就是下决心，也不用这个出汗，就是什么呢？每天读一会儿，2年下来，你这个语言就能掌握，他就能记住，他就语感就有。怕的就是什么呢？3天打鱼2天晒网。这个假期肯定有人是这个扔了很长时间，所以下去你们好好复习前头这个拼音，读一读。下边学语法你就记住，你如果前边你那个就是没有坚持住每天读，你就没这个语感，到时候你就要反应就特别费劲儿，就这个越来越跟不上。所以你记住，你要想学语言，既然要学，就记住每天都要读，哎，多多少少都要读，你就能够跟下来，哎，就记住这个方法，就是每天都读一会儿。当然你说我能读2会儿3会儿，当然更好，就每天都必须读，你就能够掌握下来。如果下边学语法，如果你要坚持不住这一点，后边你肯定是发音还这个反应不过来，你更别说这个意思了，到时候越往后越困难。记住这一点啊。好，今天就到这儿。